正法眼藏，眼藏是否即指无上正等正觉之心法，乃藏于心眼玄关之中？修子只要能悟解玄关之无上妙义，即可会正法之无上妙心。师母，玄关者，不可言说，不可思议之处也。此玄关放之弥六合，遍法界，大而无外，卷之则退藏于不可知之秘微妙处，小而无内。能悟此者，可会正法眼藏。悟缘，既是如此，为何还须名师一指？而所指之地，又有何异？师母，名师一指乃此即玄关也，可大可小，圆融一切，合同真空与妙有。本乃三世诸佛众生之共一法身，只因众生迷昧不知，故须名师一指，但却不可执于此指之上，而忘了真人之显露，方是名师所欲指者。至于所指之地，并非这相有处之相也。盖大道虽无形，但亦运转森罗万象，故不着相，不取相，不离相，方为中肯。名师所指之地，中也。天下之大本也，无人之本心也。六祖云：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六祖坛经里面五祖师所指，彻悟三宝。五祖弘忍大师讲的，不是本心，学法无益，是六祖坛经里面五祖弘忍大师，六祖的老师，六祖的师父王美禅师讲的。彻悟三宝册左边双人旁，不是三点水。一义不一义呀，一智慧的智不一事，一了一经不一不了一经，一法不一人，是一。所以这个是错别字，不是那个师母，不是月河菩萨的本意，本意是正确的，但是打字打错了。六祖改为六祖坛经里面的五祖弘忍大师。自本心，是自见自本性，佛与众生更无别法，故曰无上法。此玄关大道，自无始以来，不曾生不曾灭，无相无色，不属有无，无新旧，非长短，非大小，无限量，无边际，不可测度，学者分明如如，剖析如如，强言玄关，强言实的明佛指点，受者可入祖师室的祖师禅，见本来面目，而超生了死意。修士闻此玄关正法眼藏妙义，切莫又执空寂，忽视名师一指之神圣意义，甚而根本否认玄关之存在。盖大道实相，重在觉行两字，觉者觉玄关之真空如来意，行者行玄关之妙有率性意，觉行圆满，正佛而返本还原矣。
总之，大